溜溜溜溜，溜溜溜溜，流水的流啊，前面两个流水的流，后面是溜滑梯的溜啊。我们下一个解释，这是一个客家话的形容词 ，AABB 的叠字，形容人游手好闲、到处闲晃的样子。例句：佢因日透天出門後，溜溜溜溜，唔知想邊乜嘅鬼。華語的意思，他一整天在家門口游手好閒，不知想搞什麼鬼。近似詞，客語的近似詞有溜溜飄飄，那華語的近似詞有游手好閒、不務正業啊。這句溜溜溜溜呢，其實是一個貶義的形容詞啊。本人講亞三人哦，溜溜溜溜哦，那就是說那個人你被人家說你是游手好閒、不務正業。那類似的詞我印象中還有一個寒生牙貴哦，就是也都不做事情的意思啊。也就係今日問過介紹本大家嘅例句啊，那個客家話記嘅哈，客家話名義一記，客家來學習希望也講客按生氣頻道嘅朋友哈，來讓老人按讚哈，訂閱加分享，按之誰什麼意？